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南安平第2期的国民主体。2020多年前，由内政部营建署规划兴建，但是自后陆续来发现讲，这个天棚翘起来，更紧现出来，厝顶阁会涉水漏水，防地管为海沙厝围楼。民国108年，市政府配合途经，但是到即卖，这个围楼也是存在，轻轻一个卡，天棚就会落落来。 住户逐工是过甲心惊胆吓，有够折磨。希望这个改建案会当赶紧来动工。用钢推啊轻轻卡，天棚就亲像表共款，真烂。搁卡就当看到内底钢梁，这种厝暗时啊是要安怎困会好，互住户真无奈。你有看无？迄拢是啊，迄拢是，迄拢是啊，几片啊。 住户高小姐伫咧厝的爱戴安全帽啊，不管是走卡煮饭，或者是行去阳台洗衫，拢唔敢摕掉，就惊去天棚的碎片夹着。洗衫的时阵，规片落落来，迄遐大地，你无看规片落落来，我搁去我有闪呢，啊闪搁去射着伤呢。另外，这户头举起来看，天棚嘛闭开，无经受进前愈严重。我爱整修过啦，啊，今拢嘛一个变的啊。哦，还是小共脱落就是啊。这是台南安平2期国体拢总226户，民国84年由内政部营建署规划起的。几年过了后，小数发现厝有真侪问题，配合鉴定来做海沙厝。民国106年摕到3亿7500万的补助金，108年就配合办理途经，即马事业计划草案已定书搁伫咧审。在这个选屋配屋的程序里面，有将近98%的人都有来选屋，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的进度都是依照规划期程来办理。预计年底改建案地当开始动工，希望3年来完工，互民众有一间正常的厝通好住。